过来这件发生伫新北市的邦桥，这个外妈甲妈妈拢糊涂，拢想讲对方会伫咧厝照顾两岁女童，所以一前一后做因出门，结果剩这个小女童一个人困精神伫咧厝大哭。大人这种的行为，除了罚钱，嘛有法律的责任。警员甲民众拢围伫门口，厝内囡仔是吼啊真大声，原来是2岁查囡仔，甲一个人放留伫厝内，吼1点钟，外妈总算倒来。原来是囡仔咧困觉，外妈甲妈妈分别出门去办代志，因为讲对方伫厝咧。意外甲这2岁囡仔留伫厝内，这个行为已经触犯到儿童以及少年福利甲权利保障法。父母或者监护人袂使将2岁囡仔留伫厝诶，若无相关是开罚15000块。过去嘛捌有父母甲囡仔甲留伫厝内，发生对楼意外，2岁以下儿童无法度顾家己，一个人伫厝容易发生意外，监护人嘛有法律的责任。假设他不幸因为这个独处的事件造成的严重的重伤或者是死亡，可能都有所谓的，譬如说过失伤害、过失致人于死这样的一个刑责。若是介坐伫厝内真危险，其实留伫车顶，莫造成意外。要安怎防范类似状况呢？像出门前爱上电的确认，囡仔是不是有人照顾？上车落车时阵，嘛要确认儿童的位置，或者是找亲友同行帮忙照顾，这拢会当互意外可能性有效降低。